啊，拄啊是谁敲电话来啊？爸是外公敲来呀。咧问讲，今年暑假我甲小弟要转去庄脚佚佗无？我讲爱问恁看觅啦。今年阮会当去无？啊恁兄弟啊，逐年拢缀外公四季游山玩水，啊无听恁讲啥物趣味的代志啊？来，恁两个来讲看觅，即几年到底是去啥物好耍的所在？嘛讲来，互我鼻望一下，我再来考虑看觅。啥物先讲？我先讲，伫阮去过的所在当中，我印象上深的是去爬桃园的拉拉山。迄一天，大家伫咧爬到下苦瓜未分好的时阵，突然间眼前出现一丛大树仔，树枝一直发甲天顶去啊，甲天拢砸掉的。这真正是我生目睭看目睭拢无看过的代志啊！我甲小弟两个人，搁想要手牵手，甲老手围起来，想袂到搁差一大截呢。外公伫边仔笑阮讲：“你这两个戆兄弟啊，真正是毋知影天地几斤重啊！5个大人来拢无才调啊，何况你这两个囡仔哪有法度啦？”外公安尼一讲了，大家拢咧笑。自从迄摆了后，我就深深感觉到，台湾的真正美丽，毋是伫咧课本内底，是爱亲身去接触，才会当体会甲了解的啊。讲了真好，百闻不如一见，有见识。出去佚佗，毋是干那坐车看风景，还佫有家己的想法。啊，弟弟咧？好，换我讲，听电视定定伫咧讲，台湾是一个宝岛，不但风景迷人，而且是一个有文化的好所在。即款的形容对我来讲，一点仔拢袂感觉气愤，因为逐年外公拢嘛开车载阮四季去佚佗，全台湾走透透，感受咱台湾风景文化甲历史。即马我着甲我的感动用歌唱互恁听。台湾宝岛 Formosa， 台湾是宝岛，水甲亲像漫步跳舞踏脚步，好山好水好地理，别个无得比。上北家人庙口小食饱饱款，中正公园夜景是二棒。新北市淡水红毛城泡内古文化，观光散步拢嘛爱去遐。台北市上悬大楼101纪念堂博物馆，新旧文化大家拢知影。新竹新丰庙有灵社，苗栗四季游东花开满山坪，真正使人感动，跳舞又唱歌。台中大甲8天清明扫妈祖，台南古都赤坎楼，文化保存4季拢是无价的国宝。高雄爱好夜景，气氛真正好。食海产毋免补，基顶高考无花现老上市免啰嗦。欢迎到台东观光客，千里迢迢走来欣赏天然风景包围无。上咱昆顶自然生态真丰富，一定爱来研究看是有影无。台湾一定踅了，真正了解台湾是宝岛啊，是宝岛。哇，真厉害！想袂到对台湾的感动，阁会念歌词哦。恁兄弟啊两个人真正无简单。好，今年不但要互恁去佚佗，我甲恁母啊嘛要甲恁斗阵做伙来去游台湾啦！